由關浩慧陪大家睇天氣，受一股乾燥嘅大陸氣流影響，本港今日天晴乾燥，日間部分地區嘅相對濕度曾經下降到50%以下。咁轉睇下11點鐘嘅氣溫係31度，相對濕度52%，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。交俾天氣先生。預測大致天晴同乾燥，最低氣溫大約27度，日間酷熱，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3度，新界再高1、2度。跟住睇下其他城市嘅天氣。廣州天晴，澳門天晴，廈門多雲，台北落雨，上海落雨，北京落雨，首爾落雨，東京多雲，巴厘島多雲，雅加達落雨，新加坡明朗，吉隆坡明朗。曼谷雷暴，胡志明市落雨，馬尼拉落雨，墨爾本多雲，悉尼驟雨，奧克蘭明朗，惠靈頓大風，溫哥華明朗，三藩市天晴，洛杉磯天晴，紐約雷暴，多倫多驟雨，羅馬落雨，蘇黎世天晴，巴黎天晴，法蘭克福明朗，倫敦多雲。天氣先講到呢度，各位晚安。